18日嘅新疆行程由呢一刻開始記錄，上車收到缽枕同抱枕，貼心由第一秒開始。行運喀什古城嘅千年街巷，親手整一件土土，喺古麗嘅街飲杯下午茶，睇一場維吾爾族表演。旅途中最珍貴嘅，從來都係呢啲有溫度嘅瞬間。柯平嘅紅沙漠，全國唯一嘅紅色沙漠奇觀。巴音布魯克9曲18彎，河水喺草原上蜿蜒流淌，勾勒出大地最優美嘅曲線。那拉提河谷草原綠草如茵，天山花海嘅薰衣草向日葵等各色花海交織成絢爛畫卷。塞里木湖嘅藍，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，治癒咗所有疲憊。烏爾和魔鬼城風聲呼嘯，喀納斯湖嘅波光粼粼，白哈巴村嘅寧靜時光，北疆嘅每一寸土地都係大地最深情嘅表白。18日嘅旅程，睇盡四季風景，呢啲畫面值得好好珍藏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